师叔姑娘，你没事吧？不好，师叔姑娘肚子疼，得赶紧传太医。师叔姑娘，你这病发的也太巧了，太皇太后刚一传诏，你就病了。刘嬷嬷，我也不知道怎么着，我这突然就肚子特别疼。你呀，就别在我面前耍这些小把戏了。你可别忘了，你刚进宫的时候，不知使了多少花样想要糊弄我呀！哼，怎么着？今天故伎重演，我可是不会再上你的当。你们两个听好了，今天他就是真的病了，抬也给我抬到慈宁宫去。这大胆！奴婢给皇上请安，皇上吉祥。传太医，这刘嬷嬷，你的胆子很大呀，居然敢对世叔姑娘如此无礼！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！是太皇太后，她要宣世叔姑娘去慈宁宫的，请皇上恕罪啊！好了，你去回禀太皇太后，就是世叔姑娘病了，等她病情好转了，朕再陪着她去给太皇太后她老人家请安。是。走。启禀皇上，世叔姑娘脉象很好，没有什么病啊。胡说！世叔姑娘明明很难受，怎么会没病呢？她的身体要是出了问题，你担得起吗？那臣先开几副调养身子的药吧。这就对了嘛。世叔姑娘啊，她的病很严重，明白了吗？臣明白了，臣明白了。那臣这就去煎药。别装了，都走远了。你小点声，要是被太皇太后知道了，又该找我麻烦了。你放心吧，太皇太后那边有朕担着呢。虽然这么说，可是我还是有点害怕，还是有点担心。你是在担心明珠谷的那些人吧？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，我梦见你抓走了我的猪哥哥，还抓走了我爹跟我师傅们，最后你还要砍他们的头。你这个呀，就是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当然，如果你爹和你的师傅们一意孤行，坚持要光复大明的话，那最后这样的结局是在所难免的。因为到了那个时候，就算朕想放了他们，满朝的文武和太皇太后也不会放过他们。我明白，我以前一直认为皇上是这天下最大的官，可以为所欲为。可是在我进宫大半年以后，我才发现，原来身为皇上，也有太多的身不由己。龙小弟，我这次答应你回宫，不仅仅是为了救猪哥哥的性命，我还想开诚布公的跟你好好谈一次。你想谈什么？说实话，从小到大，我爹跟师傅们都教导我，要光复大明。我们明珠谷的孩子都以光复大明为一生中最大的责任。可是我始终不明白，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光复大明呢？我爹跟师傅们总是说，朱明王朝才是正统。我们大明是如何如何的好，你们大清是如何如何的不好。可是自打我进宫到现在的大半年时间，我看着你这个皇上，心里不仅仅有你们大清，还有全天下的老百姓，所以这让我很矛盾。龙小弟，你跟我说实话，
如果我真的说服了我爹跟师傅们放弃光复大明，你真的可以既往不咎吗？那当然，这是朕为什么连续2次放了朱思轩的原因。他和你爹，还有你的师傅们，都是前明各行各业中的顶尖人才。他们要是肯放弃对抗朝廷，辅佐朕，平定三藩，收复台湾，那才是真正的造福百姓。否则的话，就是年年内战，天下大乱，天下的老百姓就更苦了。你不会骗我吧？你之前跟我说要惩处贪官，肃清吏治，可是你最后还是放了阿碧琪、隆德多那些坏蛋，我还能再相信你吗？朕之前是说过，要杀阿碧琪、隆德多那些贪官，但是你得给朕时间呢。你给朕3年时间，朕一定会把他们清除干净的。如果你还不相信我的话，那我们击掌为誓。如果朕没有做到，你就取了朕这条性命，朕绝无怨言。我相信你，龙小弟，不过你也得给我时间。我觉得要说服我爹跟师傅们放弃光复大明，这比你诛杀阿碧琪、隆德多那些坏蛋要更难一些。朕明白。花儿，这化解朝廷与明珠谷之间的矛盾，就全在你和朕2人了。所以，无论如何，咱们2人一定要互相信任，互相扶持，永不相疑，永不相害。好，我们要互相信任，互相扶持，永不相疑，永不相害。皇上说，诗书姑娘她病了，等诗书姑娘身子好了，再来拜见太皇太后。下去吧。那奴才告退。这当您女色误国之事，要重蹈覆辙了吗？皇上吉祥。皇上吉祥。皇祖母吉祥，孙儿给您请安。哀家可是受不起这大礼呀。先起吧。皇祖母，您先别生气。孙儿知道您心里不痛快，所以特意赶过来，给您请安，顺便说几句心里话。你都把人接进宫里来了，连哀家都不能碰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皇祖母，您知道孙儿为什么要把奕欢给请回来，而奕欢为何又肯随朕回来吗？告诉你吧，这李奕欢随你回来，他是为了自己的未婚夫朱思轩，而不是为了你。你呀，想想你黄爷爷和黄阿玛的结果，你都不该如此糊涂。爱新觉罗的子孙不该如此荒唐啊，不该如此为所欲为呀！皇祖母，切勿伤心。孙儿不是皇阿玛，也不是皇爷爷。孙儿心里虽然爱着奕欢，但是孙儿不肯忘了自己是爱新觉罗的子孙，是大清的皇帝。孙儿绝不会放下身上的重担，为所欲为的。那你为何要接他进宫啊？皇祖母，孙儿想要劝降李定国等人归降大清，若是能兵不血刃就瓦解反清联盟，那岂不是为国为民的大幸事？而这奕欢就是最好的突破口。只有通过奕欢，朕才能了解到李定国等人最真实的想法。朱明王朝有什么好？他
他们为什么要反清？也只有通过议欢，朕才能让李定国等人知道朕最真实的想法。朕是一个怎样的皇帝，要打造一个怎样的太平盛世。哎呀，皇上啊，你太一厢情愿了。你要知道，这个李定国是前明残党余孽、顽固不化的头目啊，怎么可能轻易被你感化呢？再说这李易欢，他分明是跟你假心假意，目的是要得到你的信任。皇祖母，易欢绝非你所想的那样。易欢他单纯善良，没有什么野心。他心里所关心的，不是这个天下到底是姓朱还是姓爱新觉罗，他心里面所关心的是这天下百姓的疾苦。而且，他对朕的真心，朕能感受得到，还有他对朕的情谊和对朕殷切的期许。他这次随朕回来，不仅仅是为了救朱慈轩，而是为了和朕联手，劝降李定国等人，化解朱明联盟对大清的仇视。皇祖母，请您相信素儿，也相信易欢，再给我们一些时间吧。哎呀，龙小弟，怎么样？太皇太后有没有为难你？为难倒是没有，只不过他老人家这一生命运极为坎坷，虽经历过不少大风大浪，但没想到今日为朕几度落泪，朕的心里很是难过。我能明白你的心情，其实我也一样。我不怕爹跟师傅们骂我，我只怕他们难过。我爹是个铁骨铮铮的汉子，从来都是只流血不流泪的，但这次为了我，气红了眼睛，甚至要拔剑自刎。我心里特别的内疚。朕知道，要不是你爹以死相逼的话，你是不会答应和朱慈轩成亲的。这你也知道。虽然你们出了紫禁城，但是你们的行踪，朕了如指掌。龙小弟，你在我们那儿是不是埋伏了奸细？慧儿，这些事情，朕不能告诉你，朕也不想用一番谎话来欺骗你，你就不要再问朕了。你只需要知道，朕是真心想以仁德治天下，不欲大动干戈、大兴杀戮。要不然的话，朕也不会冒险去见你，而是直接派兵把明珠谷给剿了。谢谢你，龙小弟。如果你真的把我爹跟师傅们全杀了，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所以，哪怕是为了你，我也要再给明珠谷一个机会。我这次回去劝服我爹跟师傅们归顺大清，因为只有这样，他们才能真正的化解与你与朝廷的仇恨，我们才能真正的相守在一起。可是我心里好怕呀。怕什么？我知道这次回去劝降他们，肯定困难重重，他们肯定不会听我的。我怕他们会把我锁起来，如果那样的话，我们两个就再也见不到了。朕的心里也是很怕，怕再也见不到你。动手吧。喝完这杯还有3杯，不许赖账啊！龙小弟输了，龙小弟又输了，喝喝喝，必须得喝！不是，老大，你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鬼啊？啊？为什么朕一把都赢不了啊？说什么呢？我是你老大，玩骰子的本事还是我教给你的呢，有什么奇怪的？来来来！继续，继续，继续，来，起，我又赢了，我又赢了，不好意思。哎呦呦呦！
要不然奴才扶着您回房休息。那些折子呀，咱明儿再看。就是啊。哎，不行，皇上您小心点。这要看。哎呦，小心！李公公，要不然这样吧，你去给皇上端碗醒酒的汤来，我来照顾他。哎，好好照顾行行皇上啊。没问题，去吧。好，小心一点。哎，罗小弟，哎，你干嘛去？这边，这边，这儿。快点。好了啊，慢点啊，慢点。走。来，罗小弟，慢点。啊，罗小弟，罗小弟，罗小弟，你先睡会儿啊。果然有那件狗命，这个字迹怎么那么熟呢？啊，难道是他？皇上，这李宜欢呐，他已经偷看了黑狐的密奏了。这也就是他返回来的用意。他不可能劝降那些前明余孽。皇上，你还要放他回去吗？皇祖母，宜欢虽然偷看了黑狐的密奏，但并不代表他对孙儿的承诺就是假的。孙儿愿意再相信他一回。如果他真的能劝降李定国等人归降大清，那远比派兵剿灭要有利得多，我大清才能够长治久安了。皇上，你这番苦心恐怕要付诸东流了。他若是再骗你，你必定失去黑狐了，那将是十分不值得的一件事。皇祖母，孙儿想再赌一次。哀家不相信皇上会赢，但是皇上即使是输了，至少能让皇上断掉对李宜欢的念想。就算是失去了黑狐，哀家也就认了吧。多谢皇祖母。龙小弟，就送到这儿吧。出城有点远，我怕往前走太危险了。行，那朕就送你到这儿，朕等着您的好消息。我一定尽力说服我爹还有师傅们，但是你也知道，他们很固执的，我没有把握真的说服他们。朕明白。不管怎么样，只要你尽力，那朕也就满足了。我走了，龙小弟。驾！驾！去！皇上，这李宜欢一走，恐怕就不会再回来了。放心吧，他一定会回来的。就算出了什么意外，朕都自有办法让他心甘情愿的回来。皇上英明，原来一切尽在皇上掌握之中。这，走。小师妹，你回来了。叶哥哥，今天是你负责放哨啊？我爹他们呢？
他们都在秘密据点里。小师妹，你不是跟康熙回宫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因为我舍不得你嘛。你看，这是你给我的金镯子，我一直戴在手上呢。哎，这镯子上面怎么有一道裂痕啊？我看看。小师妹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叶默生，我现在是要叫你叶哥哥呢，还是要叫你黑狐呢？什么黑狐白狐的？我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你别再给我装了，我已经全部都知道了。你跟你爹是鳌拜派在我们明珠谷的奸细。你凭什么怀疑我跟我爹是鳌拜派来的奸细啊？那日我跟朱哥哥埋伏在鳌拜府，本来想跟踪那个奸细。看招！你抓不住他，快回去吧！好汉饶命！好汉饶命！武功这样差，还敢逞能？好汉，你再饶我一次吧！这次可是那个奸细的武功实在太高了，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他本可以杀了我，可他看清楚我的脸以后，却莫名其妙地放过了我。所以当时我就在想，我跟他肯定是认识的，并且有一定的情谊。后来朱哥哥告诉我，那个人是武师傅唐一手，我也就相信了。可是那时，在平西王府，金钥匙不可能在唐一手的手上，唐一手也并不是什么鳌拜的奸细。王妃，千万要沉住气。二公子，六师傅万万没有想到，吴家二公子跟王妃中了呆若木鸡散，不能动也不能说话，所以他只好撤销了解救吴家二公子的计划，从屋顶逃了出去。当他再回来的时候，却发现扮成王妃的武师傅早已毙命。王妃，王妃，六师傅说，唐一手不是他杀的，那么凶手另有其人，而这个凶手才是真正的鳌拜的奸细。你以为我们还会相信你吗？你就是想故意挑起我们明珠谷的内斗，让我们互相猜疑，然后你们好逐个击破。我当时并不知道那是李定国和朱慈轩设下的圈套，我以为在那厢房之中守着二公子的，就是王爷最疼爱的侧王妃，我怎么可能会去杀他？你当时为了隐藏自己的身份，想趁乱杀了侧王妃，也不是没有可能啊。之后你大可以在王爷面前将所有罪过全部推在明珠谷的身上。当时我们知道六师傅是吴三桂的奸细，自然不会相信他说的话，包括我跟樊姐姐也选择了相信你。但是这一次我跟朱哥哥成亲，康熙知道，并且悄悄地过来看我，我就知道我们内部肯定还有朝廷的奸细，所以六师傅根本就没有撒谎，而且武师傅根本就不是内奸，他是被真正的内奸所陷害的。那日武师傅变成了王妃，王妃变成了武师傅，瞒过了所有的人。但是别忘了，平日里四师傅跟武师傅的关系非常好，所以你爹一定是看出了破绽，决定将计就计，把呆若木鸡散毒倒了扮成王妃的武师傅。但是六师傅还想冒险救走吴应琪，可是万万没有想到，吴应琪跟王妃都被毒倒了，所以只好取消计划。而你爹，我的四师傅，就是趁这个时候下手的。你爹杀了武师傅，把自己的腰牌放在了武师傅的身上，把奸细之名栽赃给了武师傅，又把杀害武师傅的罪名嫁祸给了六师傅。小师妹，这些都只是你的猜想，你为什么宁可相信六师傅，也不愿意相信我和我爹呢？王我爹从小最疼爱你，我更是对你一往情深，为了你，我可以连性命都不顾。
没错，平日里，诸多师傅当中，四师傅对我最好，你也有很多次为我出生入死，所以我一直不曾怀疑过你们。直到那日，你千里迢迢从滇都回到京城，约我出宫，说要带我私奔。叶哥哥，哎呀，这地方太难找了。小师妹，你总算来了。你不知道，我等你等得好心急啊。你以为皇宫那么好出来啊？想进就进，想出就出啊！我跟那个守卫磨了半天才出来的。咱平时不都在慈航药铺接头吗？为什么今天在这儿啊？而且你给我的暗号那么少，我找你一路了。我故意把暗号留得很少，就是不想明珠谷其他的人看见。为什么？不是逃难，是旅行。我带你离开京城，离开明珠谷，找一个谁也不认识我们的地方，过我们想要的生活。因为你知道，我跟雪姐姐还有朱哥哥的身份已经暴露，而康熙已在皇宫中布下天罗地网，所以你才想引我出宫。那是因为樊师姐收到了吴应奇的飞鸽传书，所以我才能提前知道。趁他去通知大师兄的时候，我就想带你私奔。樊姐姐收到吴应奇的飞鸽传书，那是十分紧急的事情。可是当时，你的那辆马车，还有马车上的物资，显然不是仓促之间能够备好的。而当时你跟樊姐姐正在滇都执行任务，你却未奉命令自行回了京城。小师妹，那是因为我在滇都待的时间太久，实在太想你，所以才会未奉命令私自回京。至于马车上的物资，其实我早就有带你私奔的念头，所以提前做些准备也在情理之中啊。你到现在还在骗我。那日我们抓住了孙福，你却把他杀人灭口。想不到10几年过去了，你更加疯狂，竟然用你的亲生女儿假扮青楼女子，色诱于我。莫生，你竟敢擅作主张！你，莫生，你怎么把孙福给杀了？那个时候，我们都以为你杀他是为了我，可是现在我才知道，你杀他，是怕他泄露朝廷中的机密。你真是把我当做偷斧子的人了，所以回想我之前所有的一言一行，全部都成了偷斧子的嫌疑。我杀孙福，那只是因为他在剧院里轻薄了你，我心生愤恨。叶默生，不止杀了孙福灭口这件事，舒婉心也是被你爹故意放走的。舒家的女儿舒婉心，她逃走了。这舒婉心出身在官宦世家，又不会武功，她是怎么从您手中逃走的？你知道的，四师傅有些迂腐，把男女大防看得很重。她一个女孩子家要走得远远的去方便，我也不便跟着去查看。等我发现异常，赶紧去追，已经来不及了。当时我就觉得奇怪，以你爹的能力，舒婉心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，居然还能从他的手下逃走。但是后来四师傅的解释我信了。叶默生，我跟朱哥哥还有所有的人都那么相信你们父子，可是我们真的万万没有想到，你们却是朝廷的奸细，你们还杀了我师父，还嫁祸给他。小师妹，你到目前为止所说的一切，也都不过是你的猜测罢了。好，就算我说的这些没有足够的证据，那么这2封黑狐给皇上的密信，你怎么解释？叶哥哥，我们从小到大青梅竹马，彼此的字迹再熟悉不过，难道你还要告诉我，这上面的字是别人仿的吗？没想到，你居然会拿到我给皇上的密信。不错，我跟我爹就是黑狐，吴师傅是清白的，是被我爹栽赃的。你终于跟我亲口承认了。事到如今，
我如果再抵赖，还有什么意义？反倒会让你看不起我。叶哥哥，你虽然亲口跟我承认了，可是从你的嘴里说出来，我的心还是阵阵的泛寒。原来你之前对我的一切，全都是虚情假意，对吗？不是的。我和我爹虽然被迫做了朝廷的奸细，可我对你的心意却无半点虚假。就好像你不得不奉命在皇上身边潜伏，难道说你对皇上的情谊也都是虚情假意吗？我跟我爹到明珠谷的时候，我才不过只有2、3岁。如果之前的事情我完全都不记得了。我从小是跟你、大师兄、雪师姐、樊师姐一起长大的，我对你们是有真真切切的真感情的。直到前年，我爹带我出去执行秘密任务，他突然告诉我，说我们不是大明臣子，是大清子嗣，说我们是鳌拜派遣的明珠谷的密探。不可能！我不相信，我们明明都是中明联盟的人，怎么可能是大清子嗣？默生，爹难道还能骗你啊？我们不姓叶，我们姓叶和那拉。叶和那拉一族是大清中赫赫有名的大族。当年我阿玛，也就是你爷爷，他犯下了死罪，鳌拜赦免了他，但却要求我伪装成大明臣子进明珠谷潜伏。我不听，我也不信，你不要再说了。孩子，等我带你见了你娘之后，你就会明白，爹说的全是实话。你不叫叶默生，你叫叶赫那拉默生。我娘不是死在清军的手里了吗？你说这些年你心里一直挂念她，所以一直都没有再娶。那些都是我骗明珠谷人说的谎话。当年我化名叶明章进明珠谷潜伏，谷主陈胜男见我孤身一人，便要为我做媒。我也考虑到如果长期不成家会被人怀疑，我又不敢私娶汉女，我就只能说我家中已有妻子孩子，要去接妻儿一同来谷，然后就把刚出世的你带到谷中抚养。当时你娘也很舍不得你，但也无可奈何。这么说，我娘她还活着？当然，你娘是大家闺秀，不懂得伪装，容易露出破绽，就没有跟我来明珠谷潜伏，所以我就谎称你娘死在清军手中。这些年我心中放不下你娘，就不愿再娶，这样也省去了很多麻烦。随后，我爹带我回了我们在北京的家。谢祖父祖母。默生，这是你大伯、大伯母。大伯好，大伯母。默生，这是你额娘。孩子，你都长这么高了，娘想你，娘想你啊！娘，好了，夫人啊，别哭了，我们不是好好的吗？等再过上几年，剿灭了明珠谷的乱党，我和默生就可以回来和大家团聚了。别哭了，默生，这是你表妹乌雅如意，你姑父姑母死得早，就留下这一个女儿放在我们家，由你额娘来抚养，她也算是你的亲妹妹了。见过默生哥哥。如意妹妹，啊，我和默生说两句。啊，默生，你这就算认祖归宗了，以后要随时记住自己的身份。
别把自己再当做明珠谷中的乱党了。那谷里的师傅、亲友们、师兄师弟、师姐师妹们，他们都是我们的敌人。所有著名联盟的人都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。我们的任务就是有朝一日把他们一网打尽。那也包括小师妹吗？当然。默生，爹知道你喜欢一欢，可你们那是不可能的。再说了，李一欢早和朱慈轩定了亲，他心中完全没有你。你千万别白费心机了，这样会害了你自己，也会连累我们这么大一个家族。一欢，如果换做你是我，现在你爹突然跟你说，其实你们是朝廷派来的密探，要让你们把从小在明珠谷里一起长大的亲人当做不共戴天的仇人，你会怎么办？你知道我当时心里有多难过，多震惊吗？可我没得选。其实你也一样，你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一生下来就要光复大明。你在7岁那年，莫名其妙的成为了大明的太子妃。你有得选吗？太皇太后和皇上宣叶赫大人父子觐见。这这回这铜匣子可是真的了吧？回太皇太后和皇上，这铜匣乃是奴才父子从李定国房间的暗壁盗出，不会有假。可取一盆水来，奴才愿为皇上和太皇太后当场验证。皇上，请看，这真正铜匣上面的龙一旦入水，便如同活了一般。皇上，这叶赫那拉父子俩不仅是找回了一把金钥匙，而且还为皇上找回了真正的铜匣，立了大功了。皇上可得好好的封赏啊！回太皇太后的话，奴才父子对大清一片忠心，能为太皇太后、皇上效力，不求回报。有功不赏，那谁还替朕效命？叶赫那拉明章，朕封你为内阁学士，官从2品；叶赫那拉默生，朕封你为1等侍卫，留侍宫中。谢皇上隆恩。不仅他们父子俩理应封赏，还有一个人你也该赏赏。太皇太后宣答应乌雅如意觐见。臣妾乌雅如意，见过太皇太后，见过皇上。平身吧，都平身吧。谢太皇太后。谢太皇太后。乖孩子，过来，过来，来坐在哀家身边来。来，坐在哀家的身边来，来。皇祖母，这位是？她叫乌雅如意，由叶赫夫人一手把她养大，也算是叶赫那拉默生的亲妹妹了。
如意今年呢跟着李易欢一块入的宫，只因为她的性子太温柔了，不太爱出风头，所以呢就没有引起皇上的注意，因此呢就只封了一个嫔界最小的小答应。以后皇上啊得多多的疼惜这孩子才是啊。既然是叶赫那拉家的人，那朕是应该好好的疼惜。从今日起，朕晋乌雅如意为德贵人。谢谢皇上。谢皇上隆恩。平身吧。谢皇上。再给皇上和哀家说说，李易欢劝降李定国等人的归降之事进展如何？回太皇太后的话，李易欢归来之后，并未向李定国等人劝降，而是拿着犬子默生写给皇上的密信，向李定国等人揭发奴才父子是朝廷的奸细，逼得奴才父子不得不强抢铜匣。那其中过程真是险象环生。幸亏樊倩影没有识破犬子的身份，被犬子突然袭击擒住作为人质，奴才父子才有命活着回来。这易欢他只是揭发了你们父子的身份，却并未劝降。不错，李易欢告诉李定国，说他之所以跟着皇上回宫，一是为了保护朱慈轩，二是为了查出内奸。皇上，你赌输了。默生，你怎么搞的？刚才皇上封赏咱们父子和你表妹如意，你脸上为什么连喜色都没有啊？我甘心为朝廷卖命，不过因为我是阿玛的儿子，身体里流的是叶赫那拉氏的血，并不是为了什么封赏。可你如此，岂不让太皇太后和皇上起疑心呢？我顾不了那么多了。阿玛，我不明白，小师妹明明已经劝降了，而且还差点被大师傅杀了，你为什么还要撒谎？你懂什么？如果易欢劝降成功，那咱们父子10几年苦心潜伏岂不白费？那还有什么功劳可言？何况太皇太后曾暗中给阿玛下了懿旨，让我离间皇上和易欢的情感，难道阿玛还敢抗旨？这也是太皇太后的懿旨。不仅如此，让你悄悄抓住朱慈轩关进天牢，也是太皇太后下的懿旨。默生，你要记住，以前咱们身份没有暴露，还可以和明珠谷的人保持一份感情。现在咱们是大清的臣子，再也不能和明珠谷的人有任何瓜葛。你也不能称他们大师傅、小师妹了，否则你将给叶赫那拉家族带来灭顶之灾。我们今后要建功立业，扶持你表妹在后宫上位才是。皇上，皇祖，三儿答应你，从此以后再也不见易欢，彻底放下他。但是皇祖们也要答应孙儿，不论任何情况，都要留他一命，不要伤害他。皇上，咱们祖孙俩一言为定。什么人胆敢擅闯宫门？我乃皇上的笔墨侍书，这块腰牌是皇上亲赐的。你等一下。哎，不让他进去。听说这个职位撤销了，皇上有旨，笔墨侍书之职位已被撤销，这面腰牌已经作废了。你是说，皇上不肯见我，连宫门都不让我进吗？没错。听说你以前很受皇上恩宠，
可现在皇上连见都不想见你一面，还不快走！再敢在宫门口喧哗，我等就对你不客气了。龙小弟，不，皇帝陛下，原来这才是你我真实的距离。好，我走。追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拦住他！别跑！让开！好孙子，这丫头只可生擒，不可伤的。闪开！快滚！就你那三脚猫的功夫，还想强闯紫禁城？要不是头儿吩咐不能伤害你，10个你也早就人头落地了。快滚！好，龙小弟，你不见我是吧？我却非要见到你不可。哎呦，李公公啊，您老是什么时候出去的？我们怎么没看见您出宫啊？咱家是奉了皇上的密旨，出宫办点差事，从侧门出去的。如今这差事办完了，自然就走正门了。你们怎么能看得见呢？公公辛苦了。好说好说，改天请你们大家喝茶。谢谢公公。什么人？给我拿下！李公公，是我。住手！啊！原来是世淑姑娘啊！不对，现在没有世淑姑娘了，是李易欢姑娘。姑娘，你快走吧，皇上他不见你。李公公，麻烦您进去跟皇上说一下，说我来了要见他，万一他改变主意了呢？哎，没有用的，皇上已经说了，他不会见你的。哎，等一下，李公公，麻烦你帮我把这个手帕交给皇上。好吧，我给你试试啊。龙小弟，以前我可以随时见你，我的每一次出现都会给你带来惊喜。可是如今，我们却已是咫尺天涯，这道门槛，我再也跨不进去了。易欢姑娘，皇上还是不愿意见你。那我的手帕呢？啊，你的手帕皇上留下了，皇上让我把这个还给你。龙小弟，你为什么不肯见我？你已经拿到了铜匣，我对你来说没有利用价值了，是吗？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你为什么不肯放了我朱哥哥？为什么？
皇上有旨，送李易欢姑娘出宫。他一定也是在试查。玄烨，你万万不可信我。李德富，在，把这个拿去还给他。这。你们这是干嘛呢？义父，这李易欢假扮成李公公闯进宫来，说要见皇上，被皇上轰了出去。没想到他居然一下子晕倒了。哦，他这是真晕倒啊，还是假晕倒啊？身体这么沉，想必是真的晕倒了。不过我听说他以前就有着头疼晕倒的毛病。对，听说他上一次晕倒了，皇上亲自守了他1天1夜呢。住口！别乱嚼舌头。皇上怎么可能为了一个女反党守上1天1夜呢？是卑职多嘴了，索大人恕罪。行了，把人抬走吧。这。大赛，来。怎么了，义父？一会儿你们把他抬到紫禁城外，你要想办法。明白吗？义父放心，这事儿包在我身上。去吧。
先下去吧。这。统领大人。 东西还给他了吗？回皇上的话，奴才已经把荷包放在了易欢姑娘的身上。如果她还能醒过来的话，应该能看见。你说什么？她不是装晕的吗？她不应该出了宫就活蹦乱跳的吗？皇上，易欢姑娘这次可不是装的，她真的晕倒了。听说她今天闯了2次宫，跟侍卫们交了2次手，可能是用力过度，身体发虚，诱发了她头痛的隐疾。 奴才追出去以后，发现他躺在树下。奴才过去，探了一下他的鼻息，还有点微弱的气息，也不知道还能不能醒过来。哎，皇上，皇上！哎，皇上！皇上恕罪！慢着点，皇上！皇上！怎么了，索大人？ 快，皇上怎么了？回头我再跟你讲，索大人，我得伺候皇上去。皇上，皇上，慢点儿。
生他爱他的眼。李欢，朕命令你现在就给朕醒过来，醒过来，不然朕就杀了你！朕诛你九族，把你剁成九九八十一块去喂狗！骗子！你这个骗子！你必须给朕醒过来，然后告诉朕为什么。你骗就骗吧，装就装吧，这回你给朕来真的了啊！你要死也给朕死得远一点，别让朕看见你啊！我知道，你就是看朕好欺负，对吧？你觉得朕拿你没办法是不是？